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宜家楊師奶。今個星期就聖誕啦 ，Merry Christmas！ 今條片會去食日式限時優惠午餐，發掘免費嘅聖誕節目同市集，仲有今期爆紅嘅免費聖誕燈光音樂 show。究竟去邊度？我哋一齊去邊睇下啦！第一站坐 SkyTrain 去咗呢間酒店，參觀第33屆嘅薑餅屋展覽。估唔到仲有懷舊嘅玻璃旋轉門，一齊跟我入去睇下。一入去 lobby 就俾呢間巨型嘅薑餅屋吸引住。首先見到嘅作品係 Sloopy， 隔離仲有一個好精緻嘅旋轉木馬。呢個活動係免費入場，歡迎參觀者透過捐贈支持加拿大許願基金會，幫助患病嘅兒童實現佢哋嘅人生願望。Make a wish。每年酒店都會搖身一變，成為充滿節日氣氛嘅奇幻世界。大概有30座嘅薑餅屋參與呢個比賽。參賽者分為專業組、業餘組同中學生組3個類別。參觀者可以投票選出自己最喜歡嘅薑餅屋設計。薑餅屋嘅設計天馬行空，好有創意，而且好多位都做得好細緻。當日仲見到好多小學生嚟參觀，全場最吸睛嘅應該就係佢，對眼仲會眨㗎，大家覺得呢？呢個傳統節目，大人小朋友都睇得好開心。跟住就行過對面，參觀埋80幾年歷史嘅城堡酒店，一齊睇下佢嘅聖誕裝飾。呢間酒店薑餅屋真係做得好神似，仲有金光燦爛嘅聖誕樹，盡顯5星級酒店嘅氣派。行返出去室外，真係有棵真嘅聖誕樹㗎，前面仲擺放咗 Vancouver 嘅字標，相信夜晚着咗燈一定更加靚。旁邊呢個迷你摩天輪，逢星期二可以免費坐㗎。想玩記得留意佢嘅開放時間啦。仲可以玩埋附近呢個免費嘅聖誕活動，只需俾租鞋費或者帶私家溜冰鞋嚟都可以㗎。周圍行下，感受下聖誕嘅氣氛。另一日終於試咗佢嘅限時優惠啦。首先上台嘅係芝士蟹肉炸丸子，配上忌廉汁，3粒都超巨型，炸得外脆內軟。不過就唔多覺有蟹肉。飯有2款，呢款係原味炸豬扒飯，另一款係白汁蘑菇炸豬扒飯。原味嗰款嘅醬汁係有花生成分。如果對花生敏感就要留意啦。我哋比較鍾意食白汁蘑菇呢一款，因為蘑菇味香濃。假期前仲有特價餐，2個飯1個小食，份量足，食到攬住肚走。不過記得用現金付款啦。當日趁好天去埋另一個嘅免費聖誕市集，究竟去邊度？揸遠少少過北溫。聖誕市集免費入場，另一邊仲有免費溜冰，只需俾租鞋費或者帶私家溜冰鞋嚟都可以㗎。呢個充滿歐陸式風格嘅免費聖誕市集有超過75個攤位。由於當日去到嘅時間尚早，所以好多鋪位都未開。咁就漫步北溫碼頭，打下卡影下相先。仲見到好多可愛嘅狗狗。夜晚嚟呢個聖誕市集，燈光一定好靚，加埋音樂表演，相信會好熱鬧。全場最受歡迎一定係佢，德國烤豬手，
行過聞到香噴噴，真係流晒口水。未開始售賣已經大排長龍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？係咪真係傳說中咁好味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海邊風景宜人，不過就真係吹到暈。跟住就去下一場啦。今期嘅彩蛋係佢爆紅嘅免費聖誕燈光音樂 show， 終於睇到啦。因為怕歌曲有版權，所以楊師奶就較為靜音，配上聖誕歌曲俾大家欣賞。每日有2場，分別係6點同8點，每場係30分鐘。現場睇配上音樂真係超正，大家都要靜靜欣賞，唔好騷擾到民居啊。由於係室外觀賞，大家去睇嘅時候記得着夠衫啊。衷心多謝屋主細心嘅安排，為大家添上節日氣氛。唔知大家睇咗未呢？如果睇咗嘅，歡迎喺留言俾個1字話我知。未訂閱嘅朋友請先撳個鐘仔。大家睇完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楊師奶。預祝大家有個快樂嘅聖誕 Merry Christmas。仲有下一條免費聖誕節目片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